乡亲继续来看今年的6月，中华交友大楼火烧厝烧死4个人。中华东区的消防分队的分队长陈志环嘛死伫这场的大火。为着要来提升消防员救灾甲自我防护的能力，陈志环的家属捐赠一批消防装备给消防局。这个家属是化小爱为大爱，希望唔通够有第二个陈志环来牺牲。手的地方它要显示温度吗？这是目前欧美消防队员普遍咧使用的个人型实热现象仪。中华关消防局东区分队即马变做全台头一个，大家队员拢配一台热现象仪的消防队。也可以透过机器来了解到火场的环境，还是否继续的在火场内去做一个灭火，或者是我们要做一个战术的一个撤退。管热现象仪的是顺治的东区消防分队长陈志环的家属。今年6月，交友大楼4个人死亡的大火，夺走陈志环的性命。家属决定要捐包括热现象仪，搁有伫黑暗当中指引方向的定数，搁有降温架，要来提升消防队员救灾和自我防护的能力。讨论过说有没有比较缺乏哪一些装备，甚至是去回省桥友事件发生的过程中，有没有因为缺乏了某一些东西，导致他们可能有人员受困。自然分队长的这个家属捐赠器材这种无私的一个大爱，当然对我们消防人员的一个救灾方面的是一个保障。家属表示，城乡资源分配无平均，造成基层消防人员的装备无够，因关消防装备，敢若希望大位消防队员出勤拢会使平安返来，莫阁有第二个陈志环的牺牲。